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拢知影讲，咱台湾半导体产业是 IT 产业重要的部分，伫全世界半导体拢有重要的地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刀塔刀刀第7条。刀代表讲是指示着的路，咱讲是引导，也就是引带。另外嘛有驾驶的意思，像咱讲训导。较早学校有训导处，倒尾因为修法改名叫做学务处。另外，佫有宣导引带，咱讲是宣导带领、率领、指导，也就是指挥、领导的意思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导游，唔是导游。导游代表讲是接待或者是引带外国观光客服务人员。第二个词是半导体，这是一款有特殊物理性质的材料。导引这个电导率是伫咧导体，也佫有绝缘体中央，会由外部加电压来改变材料的导电能力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互外国贵宾了解咱台湾半导体产业，外交官员特别请做导游，带贵宾来参观咱台湾的半导体公司，了解核心的晶圆制造。顶游是 IC 设计，分化到下游，也就是封装测试，会当发展出全世界敢若台湾才有的半导体产业聚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道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